創辦在1983年的詹文水庫馬拉松，今年邁入第43屆。不僅是台灣歷史上悠久的馬拉松賽事，更是真儕跑者心目中的經典指標。賽事採專程紅壁道路來規劃，為南區水自然分署來起跑，沿途經過詹文3號橋、溪畔遊戲區、水庫壩頂以及詹文之眼等知名景點。跑者會當在無車減少、安全舒適的環境中路跑，欣賞詹文水庫壯麗的景色，也讓每一步攏成為難忘的回憶。3、2、1，來，加油！21.3K 的。台南市體育局表示，詹文水庫馬拉松不只是路跑比賽，更是推廣運動觀光的重要平台。今年補給站除了有準備冬季的新鮮水果，也結合台南在地小農來設檔，和跑者在咧挑戰自我的同時，嘛會當品嘗到台南優質農特產品，感受濃濃的人情味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